呢度係緬甸北部，我出世同長大嘅地方，歡迎你嚟到呢度，我親愛嘅小公主。呢段說話幾年前喺社交平台好流行，不過早前因為演員黃星失聯，呢段對白再一次俾人拎翻出嚟講。但你知唔知緬北固然恐怖，比佢更恐怖嘅係黃星被騙去嘅。喺緬甸東南部嘅妙瓦底地區，喺呢度有個中國人開咗成個亞太地區最大嘅電信詐騙大本營，而由詐騙園區主導嘅人口販賣、器官販賣同強迫詐騙屢見不鮮。然而因為特殊地理位置同其他原因，呢啲黑產從來冇真正消失，一直不停製造新嘅罪惡。近日中國演員黃星事件令唔少人開始了解緬甸嘅詐騙園區。喺眾多園區之中，最臭名昭著、劣跡斑斑嘅就係黃星被帶去嘅地方妙瓦底。咁妙瓦底到底係一個點樣嘅存在，同佢相關嘅又係幾慘烈嘅騙局？唔使心急，慢慢同你講清楚。要識妙瓦底同入面嘅詐騙園區，首先要明白佢嘅特殊地理位置。妙瓦底四面環山，位於大湄公河流域嘅泰緬交界，係緬甸東南部克倫邦轄下，以非法走私聞名嘅貿易口岸城市，亦係緬甸第二大港口，同泰緬貿易同人員往來嘅重要通道。妙瓦底境內得一條高速公路，連接泰國曼谷同緬甸仰光，水路交通發達，方便運輸同埋藏匿，距離中緬邊境單向車程超過600公里。而家由具軍方背景嘅克倫邊防軍同地方民族武裝一齊管轄。唔止咁，妙瓦底周邊多股勢力盤踞，既有反政府武裝老巢，亦有被政府收編嘅地方民兵作惡，令呢度變成政府軍難以深入嘅犯罪天堂。有消息指，妙瓦底係東南亞人口販賣同詐欺犯罪中心之一。全區以北中南三大區分佈，北面係水溝谷嘅亞太城，中間係妙瓦底市區，南面就係太陽城 KK 等詐騙園區。據不完全統計，三大區內詐騙園區估算有40幾處，入邊從事詐騙人口達到30萬。另有講法指，妙瓦至少有14個詐騙園區。而根據2023年8月泰國警方最新統計，每年約有7萬名華人由泰國被販賣到緬甸妙瓦底，平均每日接近200人被賣過去，為呢啲園區保駕護航。同時亦係幕後真正實控人嘅就係緬甸東部克倫邦嘅反政府軍，佢哋嘅指揮官叫蘇奇篤。呢個人重利輕義，喺多方勢力之間反覆橫跳，標準軍閥。佢控制詐騙園區理由十分簡單，為咗錢。近年各國合力打擊跟三角違禁品生意，越嚟越難做，於是電詐網賭人口販賣、器官販賣呢啲唔使原料成本更低、利潤更大嘅污糟生意，就變成地方武裝同個人嘅新資金來源，伴隨園區帶嚟巨量資金。蘇奇篤部隊人數迅速膨脹，已經發展到13個營，7000至9000人規模。呢個火力比4大家族綁埋，仲要實力強，而且多數都係擅長叢林作戰嘅克倫人。喺眾多園區之中，最出名嘅就係 KK 園區。KK 靠近泰國邊境嘅莫艾河，距離泰國微索機場只需12分鐘車程，係由60後四川人段正禮聯同5個福建人喺2020年創建。KK 園區周圍10公里，只有稻田，非常荒涼。園區外有高牆環繞，每隔100米設有哨站，持槍武裝24小時駐守，戒備森嚴，好似監獄。KK 園區唔單止係一個完善嘅電信詐騙犯罪產業園同功能區，入邊仲配齊超市、醫院、餐廳、酒店同風月場所，自給自足，好似一個小王國。KK 園區係整條人口販賣鏈嘅終點站，亦係人口販賣、器官販賣同強迫詐騙嘅中心。入邊集結多個詐騙集團同黑幫，主要透過高薪招聘廣告誘騙來自中國同東南亞嘅受害人。被拐入園區就會被剝奪自由，被逼從事電信詐騙。一旦完唔成業績，就會遭到虐待同毆打。如果確認有人已經做唔到電詐，就可能被摘取器官賣去黑市。可以講，被賣到園區之後嘅生活淒慘到極點。你可能會問，咁大個 KK 園區點樣經營起身？要答呢個問題，要由 KK 本身講起。
前面講過 ，KK 同妙亞底其他園區一樣，背後實控係蘇其篤，但台前管理者大多都係中國人。呢班人係詐騙生意嘅既得利益者之一，同時亦只係蘇其篤嘅傀儡。其中 KK 園區明面老闆有4個名字嘅石志剛，無疑係當中影響力最大，亦係整個東南亞網賭電詐嘅先行者。關於佢嘅故事，要由頭講起。石志剛1982年出世喺湖南邵陽邵東一個農村，1996年全家搬去桂林。之後咩學同小姑學裁縫，又試過開農機收機車，推銷洗頭水做保安，開按摩店做直銷等等，前後後加埋超過20種工種。佢後來解釋話，當時冇定性，乜都想試。其實佢天生唔安分，表面上亂闖社會，實際一直喺揾最賺錢嗰樣。好快就俾佢揾到，就係網絡賭博。20世紀90年代尾，未夠20歲嘅石志剛接觸到網賭，為咗發家致富，好似街頭混混咁喺桂林租破屋，揾幾個程式完整電子遊戲。一開始冇幾本書底嘅石志剛以為整個爆賺嘅網遊好易，點知遊戲未賺到，卻陰差陽錯發現做賭博網頁比做遊戲簡單得多，來錢亦快好多。呢時又聽講一個福建老闆去東南亞做賭博賺大錢，多方誘惑之下，石志剛關咗工作室，帶住全副身家4萬蚊落南洋。第一站菲律賓馬尼拉，同行仲有佢大舅仔蘇炳超，蘇係程式員，對軟件相當熟，後來喺電詐事業變成關鍵幫手。但自2000年至2012年呢12年，石志剛公開履歷一片空白，好似鬼影。佢做咗乜無從稽考，直到2014年因一宗私採案被破，先曝光佢2012年之後行蹤。2012年開始，石志剛喺馬尼拉開設多個面向中國人嘅私採平台。所謂私採，即係官方彩票嘅黑龍版，用程序每秒多次同步官網開獎，時間同步，獎池同獎金規則自設。等於佢喺馬尼拉自開福彩同體彩分部，銷售對象全部係中國人。為咗隔開風險同方便打理，佢喺菲律賓操盤，用高額回報同花言巧語氹8個嚟自湖南邵陽同廣西桂林嘅年輕人過嚟打工。但喺人到之前，先要佢哋收購大約500張身份證寄去菲律賓，用呢啲身份證收取平台收益，再透過國內洗錢公司將人民幣兌成美元或比索打去海外賬戶。時間嚟到2013年，石志剛藉住呢啲生意賺到人生真正第一桶金，傳聞經私彩平台轉入佢銀行卡嘅資金累計接近22億，即係每個平台每月幫佢淨賺200萬。當然，非法生意做唔長。2013年12月，私彩平台俾警方查處，案件被破，8個台前人全部落網，而匿喺幕後嘅石志剛就此逃之夭夭，變成中國通緝嘅跨國逃犯。雖然第一次生意失手，佢總結出一套跨境犯罪模型，先喺境外搭平台，再返中國招幾個中國人做明面經營者，自己喺後面收割各人嘅錢。呢套模式為佢後續犯罪事業添上濃墨重彩一筆。2014年，東山再起嘅石志剛喺菲律賓快手開咗2間公司，叫中華同亞太水療。亞太水療名下有個自稱全球健康養生研究中心嘅亞太國際網站，表面做養生，實際都係幌子，真正業務得一樣。網絡賭博，佢亦意識到喺菲律賓呢個地頭，外來人唔可以單打獨鬥，要抱緊在地勢力大腿，於是揾當地地頭蛇做大股東。幾乎同時，佢又走去柬埔寨註冊新公司。2017年1月，攞到柬埔寨公民身份，改名 Tang Krang Khai， 中文叫石倫海或者唐倫海。喺柬埔寨呢段係佢人生重要過渡，學識咗同當地人合作分離，保障收益同埋安全，亦學識用表面合法業務遮掩黑金生意。雖然知自己仍係通緝犯，但毫不忌憚，仲借住呢個身份做更大嘅文章，將合法生意搬上台面，放大正面形象，達到洗白目的。呢時候石倫海呢個名字就派上用場。據指佢出席種種偉光正場合都用石倫海呢個名，例如2017年9月17號以亞太國際董事局主席身份同中國僑商聯會長許榮茂出席喺緬甸仰光召開嘅世界華商大會。同日同克倫邦邊防將軍蘇其篤
簽約克倫邦水溝谷120平方公里土地開發，聲稱要喺緬甸落戶前所未有嘅經濟特區。項目名亞太新城，佔地18萬畝，投資150億美元。2017年12月10號，佢又去海南海口出席中國僑商聯世界8次理事會，當選常務副會長。2018年4月登上中國僑商雜誌封面，旁邊紅字寫住錫倫海，一個冇故事嘅人嘅故事。呢個標題起得妙，因為有故事嗰個其實係過去嘅錫志剛。2019年4月16號，佢參加四川省政府主辦嘅2019一帶一路華商峰會。2019年7月19號，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簽合作協議，同時搖身一變成為東南亞僑領、企業家、慈善家，喺多個華人商會擔任名譽主席、榮譽會長。據財新統計，當時佢商會頭銜至少有11個。更離譜嘅係2019年竟被聘為海南師範大學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研究員。一個初中未讀完嘅逃犯變成內地大學嘅座上賓，又好笑又荒誕。2020年疫情期間，錫倫海同亞太國際向東緬克倫邦政府捐抗疫物資，但係捐贈名單上邊啲所謂捐助者，其實都係入駐電詐園區嘅線上博彩公司。可見妙瓦底究竟係邊個嘅妙瓦底？講完台面身份，接住就係暗地勾當，而涉及黑工嘅公司股東只用一個名，就係本名錫志剛，借呢個名作掩護。佢犯下數之不盡嘅惡行，一手創立充滿罪惡嘅妙瓦底 KK 園區，坑害無數中國人。2017年，因為早聽到柬埔寨官方將會打擊非法網賭，錫志剛好似一隻機警老鼠，開始慢慢將灰色生意轉去緬甸。呢亦都係佢係同克倫邦叛軍將軍蘇奇篤簽約嘅原因。同年，佢喺緬甸註冊公司，名叫緬甸亞太國際控股集團，註冊資金123萬美元。股東名單入邊有一個佔股20%嘅股東，係克倫邦邊防軍一名上校。可見呢間控股集團不過係幌子。之前所講嗰個與蘇奇篤簽嘅經濟特區項目亞太新城，先係真正目的。表面睇，亞太新城係亞太國際智慧產業城，實際上係亞太最大嘅詐騙產業園。佢之所以揀喺克倫邦水溝谷地區建呢個項目，自有考量。呢度唔同中國接壤，唔會直接受中方管控，更重要，同泰國微索只隔一條莫艾河，非常適合非法偷運人口入緬。結合前文，你應該已經估到呢個水溝谷就係今日鼎鼎大名嘅妙瓦底。2019年，隨住柬埔寨總理正式頒布禁賭令，聲勢浩大嘅打擊運動全面展開。但錫倫海早就轉移，呢個東南亞電詐同網賭先行者已經完成將馬尼拉同西哈努克港所遺留嘅跨境博彩業務全部轉去緬甸。同年，亞太新城一邊起基建，一邊大舉招商。當然，呢啲基建全部係為跨境博彩服務。所謂招商都係招非法博彩公司，已入駐嘅公司喺 Facebook 小組發招聘，請網絡客服等職位，底薪大約6000加提成。招聘對象係打字每分鐘30字以上，識講中文嘅中國人。所以點解被拐過去嘅王星去到園區後，第一課就係練打字，就一清二楚。此外，錫倫海自2017年1月開始喺宣傳材料中將亞太新城包裝成積極響應中國一帶一路、參與中緬經濟走廊建設嘅重點項目。但事實係入邊非法走私武器違禁品交易、非法賭場等，對一帶一路倡議同中資喺緬正規投資項目造成惡劣嘅影響。2020年，隨住菲律賓經濟管理局 CEO 萊賓諾涉嫌貪腐被捕，而錫倫海與其關係密切，中國僑商聯合會終止佢常務副會長與會員資格。緬甸媒體亦質疑亞太新城涉賭。2020年6月，緬甸政府成立專門法庭調查亞太新城非法活動，叫停部分未取許可嘅工程。8月，中國駐緬大使館鄭重表示，亞太新城係第三國投資，同一帶一路無關，並支持緬方依法依規調查處置項目問題。2021年5月，國際刑警發布針對錫志剛嘅紅色通緝令，指2018年1月至2021年2月期間，錫倫海及其團夥設立多個網賭網站，
喺中國招攬33萬人參與，非法收入總額超過1.5億人民幣。好快到2022年8月，錫倫海喺泰國曼谷被警方拘捕，簽證被取消，並於不日引渡回國。佢雖然倒咗，但背後保護傘未倒，妙瓦底同盤踞其中嘅大大小小電詐公司依然存在運行。王星嘅遭遇就係最好證明，因為呢係台永不止歇嘅造金機器。事實上，博彩就似毒瘤，暴利對規模同人手需求係無底洞。由博彩開始，電詐人口販賣，甚至器官買賣，黑暗交易不斷滋生。以 KK 為代表嘅臭名昭著園區，令妙瓦底由地下博彩中心變成聞之色變嘅魔窟。但罪惡唔係唔可以打。據新華社報道，自2023年5月開始，多名嘅中國公民被以高薪聘請為由，誘騙偷渡至妙瓦底，被逼從事電信詐騙。中國駐緬使館接報後，第一時間啟動應急預案，協調緬方警方喺9月6號展開營救，將相關人員安全解救。同時，緬甸警方集中向中方移交涉詐嫌犯1207人，以及電腦、手機、SIM 卡、銀行卡等大批作案工具。但根據馬來西亞華人報刊中國報2024年6月11號報道，妙瓦底 KK 園區入邊嘅公司並未完全被清除，正計劃向迪拜遷移，妄圖製造更多罪惡。電信詐騙防不勝防，電詐公司春風吹又生，手法亦都與時俱進。各位喺屏幕前面一定要不斷更新反詐知識，提高警覺，保護自己同家人。今集講到呢度，關於呢宗案件，你有咩睇法？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哋互動討論。呢度係鍾 Sir 講案，我係鍾 Sir，下集再同大家講。